那今朝先啊，到来到啲麥當勞呢啲食早餐、食咖啡，嗱食咖啡，兄弟姊妹，咖啡食了就要新鮮啦，但係食緊煙裏熱天愛食，食緊嘅ลิ้น也愛食，食緊嘅ลิ้น咧講出呢個西邊嘅熱天而節樣講到，但係要食緊書吉上啲嘅法律嘅人，思想上啲嘅。把呢個人做嘅啱，是覺得到上帝嘅恩典。呢個詩篇嘅1至3節有人講到，係一個歡喜書吉嘅上帝嘅翻譯，上帝嘅法律，是加了一條書，種出隨便信用人，佢要得到最好嘅利息，嘅個入也唔會抄，係嘛嘅是個思想去做嘅喺前面，上帝嘅一個通才。但是個特性心理，那所以是個是要遵循上帝裡面隱瞞上帝嘅真理，隱瞞嘅法律，只能夠但是個路途喺前面得到成功心理，是個人唔係要讀學習讀記，但係呢，因為就要上帝嘅通才，當是個上帝嘅通才嚟講，是個對付一切乜嘅煩惱，對付一切乜嘅問題，上帝要本是個力量，佢要強大是個要個個通才。因為我哋經節講，是家係講要思想上帝嘅法律嘅版嘢講，是家嘅入唔係抄，唔係走偏，嗱，所以是家先讓人聽上帝嘅路嚟行，是家對付一切嘅問題，佢家嘅通才，但是家心理，大家特性，阿門。